較早前史泰龍仲宣傳緊佢到新片《轟天猛將2》，心情應該非常之靚噶。點知一夜之間傳嚟噩耗，令到史泰龍嘅心情可以話係由天堂跌到落去地獄啊！因為史泰龍同第一任妻子所生嘅仔仔 Sage 日前喺洛杉磯俾工人發現倒臥喺屋企裏面不省人事，而救護員嚟咗之後，經過25分鐘嘅施救無效之後，即時宣布Sage 死亡，而 Sage 嘅遺體將會被送往驗屍部門，喺幾日之內將會進行驗屍，睇下係咪因為濫藥關係而致命噶。咁據透露啦，史泰龍而家傷心欲絕，因為佢同Sage 關係非常之好，覺得佢一直好健康，完全冇諗過會發生啲咁嘅事。而佢哋兩仔爺當年曾經合作過拍《洛奇5》同埋《龍出生天》啊，咁之後Sage 轉向幕後發展，嘗試做編劇、導演同埋監製工作。咁估唔到一個大好青年突然暴斃，希望史泰龍可以節哀順變啊！